學完之前教嘅招式迅雷出擊，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做雷霆萬鈞。首先佢嘅起手式咧就同迅雷出擊一樣，放隻搖搖咧喺腰嘅旁邊揈出去，只係咧翻嚟嘅時候咧就唔好接實佢，轉一下手腕，將隻搖搖再次揈出去，最後一樣反手接住，咁就完成噶啦。要注意翻嚟嘅時候，手腕係要轉動，等隻搖搖咧順住個軌道揈多次出去。呢一招咧最重要嘅就係 timing， 要練習咧就係等隻搖搖啊拉翻嚟嘅時候咧，就嚟到手指頭嘅位置咧就要開始轉你嘅手腕，搖搖咧就會去到手臂嘅內側，跟住轉晒成隻手，搖搖就會順勢揈出去噶啦。所以主要練習嘅咧就係轉手腕呢個動作以及時間點。最常見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學生啱啱做嗰時唔識得用手腕發力，手掌好僵硬，容易變成用晒成隻手臂去做，咁樣咧就變得好難控制噶啦。第二咧就係要注意啊，即係搖搖翻嚟嗰陣啊，係喺手臂嘅內側位置，唔係喺外側嘅。當你覺得你可以能夠控制佢幾時出去同埋翻嚟嘅時間呢，而且係越做越輕鬆啊，唔使出太多力嘅時候呢，就代表你已經熟練噶啦。最後大家練好之後可以試下最多連續做到幾多下。咁今日嘅教學就到呢邊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。